梁子榮議員現在可以就修正案發言。多謝主席。主席，我感謝37位議員分享咗對加速發展智慧政府、更好協助市民融入大灣區生活呢個議案嘅個人見解。亦都要感謝陳紹雄議員同埋何俊賢議員提出修正案，更進一步係優化我嘅原議案。我亦都係同意兩位議員提出嘅修正案嘅內容。首先，有關陳紹雄議員提出嘅觀點，我認為數字化係促進粵港澳三地嘅經濟同埋社會深度融合發展嘅其中一個演變過程。近年大灣區三地積極進行多方面嘅深度融合。陳議員喺修正案中提及到展開建設城市大腦嘅規劃，加強香港與內地數字基建嘅對接互認。數字基建主要係由資訊相關嘅基礎硬件同埋軟件一齊構成。現時香港嘅數字基建發展仍不及內地係成熟，而內地運用咗人工智能中樞系統，整合匯集政府、企業同埋社會嘅數據，更好分配社會上面嘅資源。特區政府應該參考內地模式，設立數據中央管理平台，統一整合政府各部門有關嘅相關數據，使到大數據共享，以做好社區資源分配。特區政府需要盡快將公共服務全面電子化、應用合理化，呢啲工作係刻不容緩嘅，從而更好地發展智慧城市。特區政府應該加強與內地嘅交流同埋學習，讓數字基建追得上發展嘅需要。城市大腦嘅概念甚至係樣板，內地都有充足同埋充分嘅場景係作為參考。香港特區政府應該要再加快速度，完成城市大腦建設，先可以同內地做到係對接互認。其次，何俊賢議員喺修正案中提到，特區政府應積極把握數字化帶嚟嘅機遇，利用創新數字技術發展新機遇，推動公共服務數字化，全面融合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喺政府嘅服務當中。根據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嘅議程同埋可持續發展目標，認為數字政府對於加速落實永續發展目標發揮咗好重要嘅作用。政府可以透過利用數字技術，以電子化政府平台，正在改變公民同埋政府之間嘅互動，提高透明度、公民參與同埋服務。因此，需加強數字技術嘅系統集成，以實現政府部門數據統一整合。何議員亦都提到係優化數據隱私同埋安全保護機制，以提供更高效、便捷嘅公共服務。我亦都相當關注數據隱私同埋安全保護嘅問題。近年特區政府係積極發展數碼化嘅應用，多個政府部門亦都推出佢哋自己嘅應用程式，透過應用程式係辦理公共服務。有市民係擔心個人資料會遭到泄漏或者係過度收集同埋使用個人資料，因此政府部門必須要確保數據嘅安全保護，讓到市民有知情權同埋選擇權，提供更智慧化嘅公共服務，再進一步同大灣區其他城市進行數據上嘅互聯互通。工聯會一直都係關心普羅市民喺資訊科技發展呢個時代之下個人同埋職業生活嘅發展。由當年關注消除婦女嘅資訊科技貧窮、長者數碼鴻溝、電子貨幣應用嘅監察同埋資訊壟斷，到近年推動長者提升數碼自信同埋長者應用電子支付工具等等，正正都係因為數碼社會嘅發展係同民生係息息相關嘅。工聯會係會繼續係透過唔同嘅渠道係收集市民對於應用資訊科技呢方面嘅情況繼續係同政府係緊密合作，推動香港特區係成為點樣建立呢個數字大腦啦，同埋點樣更加係智慧化，係提供電子化嘅政務工作。主席，我謹此陳辭。